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上嚟同大家傾下澳門二手樓市嘅問題。因為我前排都有出過一條影片啦，係講關於高士德嗰一個新嘅樓盤出咗嚟，基本上咧又教咗一次澳門嘅二手樓盤做人。點解我會有咁樣嘅諗法呢？同埋其實咁樣一啲新盤降價賣出嚟，真實對澳門成個樓市會有啲咩影響呢？今日上嚟同大家傾下我一啲主觀嘅諗法。其實講到樓市啦，我諗冇一個朋友賣一層樓出去係想越低越好嘅。人性都係咁噶啦，就算你個層樓殘到不得了咧，你都係想賣得越高價錢越好。呢一個係人性，唔可以避免。但係人性喺市場面前值唔值得一提咧？我覺得就不值得提嘅，因為市場係會教人做人。同樣一啲新嘅樓盤亦都會教一啲賣緊二手樓嘅業主做人。我記得好似大概6-7個月之前，有同大家講過信報限停，佢咁樣出嚟，澳門嘅一啲租金市場會俾佢整頓一排。但係依家過咗大半年啦，大家覺得信報限停租嗰個價，同埋你依家租緊嗰個價，即係可能譬如依家好似畫面大家見到東華啦，係咪？你覺得有冇平到咧？我自己感覺啦嚇，遠離信報限定嗰一區咧，影響都還好嘅。但係整體嚟講，澳門無論係賣二手樓又好啦，又或者係租金市場都好啦，都係有一個下調嘅趨勢。即係以前可能你租一層電梯兩房嘅最平可以去到幾多錢？我諗都要7000蚊左右啦，係咪？但係依家你想揾一層二手嘅電梯樓去租，可能真係平到6000蚊，甚至5-6千都有交易，即係睇翻佢新淨程度啦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，你話可唔可以？你可唔可以話係因為信報限停搞到佢咁咧？唔可以一概而論咯。但係的確係喺佢嗰一區，譬如喺筷子基嗰一區啦，俾你去揀，你會點樣選擇？係一個好直觀嘅問題。譬如一層新樓，所謂嘅新樓咧，其實都起咗好耐。佢租6000蚊，你二手樓，你夠唔夠膽租6500啊？我諗你夠膽極啊！你最多都係租5500嘅啫，你都唔夠膽租6000啦。即係可能有啲朋友租開咁就冇計啦，簽咗個長約咁樣。同樣好似依家個樓市咁樣，有一位朋友喺我個影片下邊留言，有提到話佢最平嗰一個單位計埋立雜嗰啲雜費啊、稅啊，應該600萬以內咧就搞得掂，都差唔多過千尺啦，應該可以話係。有新樓又有電梯，又要咁樣嘅地理位置，你話喺邊一度揾呢？的確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之下，佢都俾咗一個標杆嚟啦。因為佢同你講新樓依家就賣500幾萬嘅啫，咁你想買貴啲，你咪睇下市場有冇人買咯。譬如我提到嗰個新盤附近有啲乜嘢咧，我諗下先。嗰個一時叫唔出咩名，喺嗰個賈梅士商業大廈上邊嗰一個聖心隔離嗰度咧，有啲電梯樓。我記得嗰度都係好似1000尺左右，但係嗰度30-40年樓齡㗎啦，應該都差唔多40。我好似一兩年前賣咧，我見到佢400-500萬，900幾啦，差唔多1000尺。電梯樓30-40年樓齡，賣到500萬。咁依家同樣500萬，你可以買一層新樓，你會點樣選擇咧？因為舊樓你唔係話單止佢樓齡舊嘅問題，同埋佢內部一啲結構都會有唔一樣。好似嗰個我記得啦，慕拉士大廈，我記得啦，慕拉士大廈，大家可以去睇下。佢大堂咧裝修得係好靚，因為依家基本上唔知係咪因為政府有資助嘅原因啦，好多嘅一啲大廈都開始翻新自己嘅大堂。以前咧，好似呢一區咁樣就淨係得裕華13座裝到個大堂好靚嘅啫，咁咪可能賣高啲價咯。但係當周圍個大堂都裝到咁上下嘅時候，其實影響唔大咯。更何況就算係裕華13座都好，你上到去啲格局同裕華第14同裕華第2座、第5座一模一樣，係個大堂有少少唔一樣嘅啫。
咁所以你話依家好多舊樓，就算裝到個門面幾靚，有冇好處咧？當然有好處啦，大家日常經過都舒服啲、靚少少啦，係咪？翻新下。但係舊樓就係舊樓，新樓就係新樓。你個價錢出咗嚟，唔好話影唔影響到嗰啲買家啦。即係難聽啲講句，譬如嗰個新樓盤，我講嗰個高士德個新樓盤已經賣晒啦，咁又點啊？佢個價畢竟擺到喺呢一度噶嘛。就算佢未來嗰一個盤以售價賣出去，佢賣咗出去都係嗰一個價，佢唔會話賣得高過新樓個價錢。有啲朋友可能又要反駁我啦，話啲樓唔會升嘅咩？私人市場嚟嘅喎，乜嘢喎？供需關係咯，我淨係可以同大家講4個字：供需關係咯。你覺得澳門未來有需求嘅人會多過供應嘅量嘅話，咁佢咪會升咯？咁但係你係喺出生率覺得有呢個跡象啊，定係喺澳門居住嘅人數有呢個跡象啊，定係澳門現存嘅樓宇數量一步一步減少緊有呢個跡象咧？我啱啱提到呢3點都唔係啊，人口生育率減少啦，越嚟越少，老齡化社會越嚟越犀利。再加上澳門依家可以提供到嘅樓宇越嚟越多，因為難聽啲講句，有一代嘅人離開咗呢個世界，咁後續冇呢個出生率去填補翻嘅時候，吉嘅屋只會越嚟越多。同埋，你覺得依家呢啲咁樣嘅價錢有幾多年輕人可以負擔到？因為我啱啱提到個新樓盤，大家知唔知點解賣到咁貴？就係因為佢係高士德啊嘛，同埋佢喺嗰啲學校附近啊，有位朋友都講得冇錯嘅，我覺得佢講得幾啱，就係話高士德、世紀豪庭嗰啲先係有錢人住嘅地方。我講嗰個樓盤最多都係中產人士啫，啱嘅，我都認同佢嘅講法。但係澳門嘅中產人士同樣都唔少錢啦。我一位朋友亦都有講一啲數據話，上年公務員3萬幾人出咗200幾億嘅糧，大家除翻開幾多錢？先成棟樓賣晒出去，都唔知賣唔賣到10億，都賣唔到10億嘅話，其實好容易消化得到。重點就係佢有冇呢個價值啊，同埋佢嘅樓宇新舊程度。你係一層新樓，你個位置好，其實你個價夠靚嘅話，係好快賣到出去。唔係話有冇人有錢，定係有冇人去接，都係嗰一句，澳門人好多，冇錢嘅人好多，失業嘅基層好多。同樣有一份穩定嘅工做緊，做緊公務員嘅，做緊一啲博企嘅中層、高層，一樣有好多。差在就係個供應問題啫嘛。我今日點解同大家講二手樓呢個問題？就係二手樓喺未來嘅趨勢，佢冇任何嘅優勢啊！一佢新唔係新啦，二嘅話優勢佢個地理位置優勢，我諗每一區都有新樓吧，係咪？再差嘅一啲唐樓區，譬如祐漢咁樣都有啲新樓吧。譬如祐漢就嚟拆嗰啲啦，50幾年嗰啲唐樓，後面咪有個順智花園咯。但係順智花園賣緊咩價？大家知唔知啊？嗰度夠靚啦，係咪有電梯樓？咁未來有錢嘅人只會去流向一啲佢哋認為值得嘅物業。至於你同佢講話，喂，祐漢嗰度平喎，順智花園買到800萬，喂，祐漢嗰度依家跌到80萬喎，你唔買？唔買，你諗下，佢哋點解唔買？佢哋平時過開一啲乜嘢生活咧？佢哋過開嘅生活就係有錢咯，佢哋唔缺呢一筆錢啦。你就算同佢講話8萬蚊，你叫佢住一啲冇管理處嘅、冇會所嘅，同埋冇掩雞籠，之後又好亂，啲窗都爆晒嘅公共走廊嗰啲位置，垃圾又堆到成地都係，唔係錢唔錢嘅問題，唔係價錢嘅問題啦。未來澳門嘅樓市，我覺得就係佢嘅位置當然好重要啦，同樣佢嘅樓齡新舊都好重要，再加上佢嘅一個物業管理啊，佢嘅大廈整體俾人嘅感覺係影響佢未來樓價嘅關鍵咯。咁我講咗咁多，都係講電梯樓啫喎，更加唔使講話一啲二手嘅唐樓啦。未來真係好難搞，我知道。有好多睇我呢個頻道嘅朋友係真係住緊唐樓，而且住嘅唐樓可能已經40-50年樓齡，係賣唔出去嘅。我可以老實同你哋講，我都唔係話想成日講一啲雞湯去氹人哋話依家好好定係依家好差，係俾翻個實際嘅情況大家去知道咯。
你未來好簡單㗎咋，你諗下，譬如因為樓齡嘅關係，新樓我可以供30年，甚至有啲特殊啲嘅，你條件好啲嘅可以供35年。咁但係好似我都係好想買啦，我買一層二手樓，佢40年樓齡，你淨係可以供多15年嘅喎。同樣係供2萬蚊一個月，係啊，一個舊樓我供15年就供完啦。另外一個會所樓咧，我就供30年先供得完。咁如何咧？你覺得供得起2萬蚊一個月嘅人，即係揾4萬蚊一個月嘅人，會唔會同你去住一啲40年嘅唐樓咧？大家可以去諗下。我啱啱呢個比喻真係大家可以多啲去思考一下。有揾到錢嘅人真係多，你要一啲揾到錢嘅人，有生活要求好高嘅人，去買一啲二手嘅唐樓。就算你同佢講話唔緊要啦，你有實力嘅客人冇問題，你一筆過咧200萬甚至150萬就執走呢個單位啦，過千尺嘅唐樓啊，正啊！你覺得佢哋係有錢啫，佢哋唔係傻嘅喎，係咪啊？大家可以多啲去諗下呢一方面嘅一個供需關係。咁近排講樓市講得比較多啦，點解我想咁樣同大家講咧？就係因為樓市呢樣嘢唔係話買棵菜，唔係買部手機。我今日買部手機頂好咪1萬蚊，我買錯咗，我至少我還得起啊嘛。但係你買層樓唔係喎，可能你呢個時候覺得啊新億咁樣好筍啊，新億438萬我執咗，有人打俾我。我新億438萬，筍到飛起啊！你覺得筍啫？10年之後咧？20年之後咧，4字頭嘅咯喎，差唔多。10年、20年之後，當佢啲石屎好犀利咯。但係住喺入邊嘅人係咩人咧？大家有冇諗過啊？入邊真係有啲素質好好嘅住新億，我住過一度，我真係感受到有啲傳統嘅好有教養、好有素質，亦都有一啲傳統嘅廢佬好冇素質，夠膽喺入邊食煙嘅室內，夠膽喺走廊嗰度冇開窗嘅情況下去燒一啲架衣，燒到成個走廊都係味。你素質係咁啦。另一方面，其實你睇翻啲公告啊，有好多一啲位已經甩甩漏漏。前排3樓個平台嗰度仲跌咗一大堆石屎出嚟。咁今日就話你跌石屎啫，第2日跌咗崩咗個角，爛咗一邊，咁點算咧？舊樓要面對嘅問題好多，新樓面對嘅問題都好多，但係新樓至少啦，我20年之內佢唔會冧吧？好似閃風花園嗰啲例外啦，即係基本上你可以煩嘅嘢就淨係煩錢咯。睇下呢啲咪素質咯。紅燈推到一半喺度逼供，好犀利㗎！澳門呢個地方咧，只要你夠無賴就 OK 㗎啦，夠無賴冇人阻止到你嘅。我都唔明佢呢個動作做嚟有咩意義咧？你直接喺呢度轉左 U-turn 鏟過去咪得咯？即係有時係諗法嘅問題。佢哋我都唔知點樣講。即係今日成條影片，我唔知大家有冇理解到我想表達嘅意思啦。依家揸住二手樓嘅朋友，住得到咪住咯，住唔到咪賣出去咯。如果你真係好睇得通透嘅話，你蝕住都走㗎啦。你唔好問我咁我買咗層樓，我住邊啊？住邊係你自己嘅問題啊嘛。即係例如我同你講話豪尚好好，咁你可能覺得豪尚唔好，覺得隔離嗰個紅發花園先好咧，係咪啊？每個人有唔同嘅需求啊嘛。咁當你賣咗嘅時候，你至少冇個負擔喺度，你冇個負債喺度嘅時候，你再去租屋又好，又或者再去買一啲新樓再供我都好，係你嘅選擇。但係前提你要賣得出你依家手上面揸住個層樓。即係當然啦，唔係個個都咁有條件可以咁有決心買咗自己依家間屋，都係好難嘅決定，同埋真係睇機遇運氣。咁但係今日表達嘅內容，我相信大家聽到結尾都係明白，都知道咩事啦。你睇一出門口一大堆煙塵。有幾自豪，算啦，咁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啦，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，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